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历史已经真久的台北树林中央桥，昨有阿木头落落来，去撼到桥卡一台汽车的挡风玻璃，加载无人受伤。台中市的高美湿地，昨暗头有4个越南渔工落落去水里，有3个人失踪，早起陆海空拢同齐找人。美国开始放国庆假期，所发生几啊件枪杀案，上无造成10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强调讲，枪击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新车市来看台北树林，昨有一个驾驶经过中央桥卡的路段，雄雄有阿门头落落来，去撼到伊的挡风玻璃哦，加载人是无受伤，这个驾驶嘛已经去报案。台北市公务局表示讲，因为中央桥历史真久咯，桥墩的阿门头落去，嘛已经请厂商去维修咯。桥卡的车顶已经倒啊，车嘛伫咧通行。雄雄有一架车停伫咧路中央，袂顶袂动，因为车门一个开开。碎玻璃是规4格，车的头前的玻璃顶悬还阁卡阿木头角，规只车是密密茂茂。那驶这架车姓潘的小姐，到当要是真惊吓。我不确定会不会再有第2块下，如果再有第2块，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在这里讲话啦。国赔是一定要的啊，这个意外不提国赔是要。这个事故发生伫咧台北市树林，姓潘的驾驶车是下晡2点外，驶车要去做工课，经过中央桥桥卡的车路。当要倒弯往延平北路6段，阿摩头角转安尼雄落落来，撞到这架车。驾驶怀疑桥墩阿摩头含扫落去，即嘛无排除要提起国赔。警方初步排除是人为所致。前挡风玻璃突然遭中央桥桥墩掉落之水泥块砸中，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本案本分队已依规定受理报案。昨天晚上有请我们的委外厂商先去现场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应该也是就是桥顶比较久的地方，就是底部会有一些掉落的现象。当去到代志发生的现场，涂骹规拢是阿毛涂角，桥墩几个所在有明显起角。其实发生这个情形早就已经毋是头一届，过去亲像伫咧中央桥的匝道就捌发生过。养护单位台北市新工处强调讲，拢有做例行性的维护。代志发生了后，市府甲外包厂商嘛有去现场了解，都惊相关的问题无解决，安全问题会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高美湿地附近的海域，有民众耍水发生意外，昨暗头4个越南渔工落落去水里，一人受伤花找人救命，其他的3个人目前是还未找到。早起海巡、消防、有空勤、陆海空拢同齐在找人。空勤直升机伫咧空中飞来飞去，海巡的船只伫咧海面上搜索。高美湿地附近的海角民主海域，4号尾发生跋落水的意外，4名越南籍的渔工疑似无注意到海潮，中水的时阵去互大涌赶走，其中1个人家己上岸，另外3个人失联。5号再去持续搜救的行动，外籍渔工的朋友也赶到现场等候消息。是没工作休息，然后去那边玩水。我都叫他们的那个住在附近的越南附近都来过来这边了，来这边看。都是跟联络好了，跟包回越南了。等找到那个他们的那个。5号早起，当地风影真强，海巡甲消防局总共派出35个人，一只船、2台沙滩车、2部无人机投入搜救。海巡是研判目前海流往北，因此以海角民主海域向北扩大搜索。2无人机、2沙滩车以及海面上1艘巡防艇持续搜救中，另有申请空勤总队直升机于空中进行大面积的搜索。对涨潮还蛮危险的，就是会有类似会有拖的动作，水流会拖的动作这样子。台中市海上救生协会也加入救援，因表示海角民主的海域海中甲退流的时阵，海面上拢会有暗流，过去就曾经发生耍水的意外。这届负责海岸顶悬的搜索任务，希望会使赶紧找到3个人的下落。记者台中报道。来看台北的指南宫早起做3天，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新北市长侯友宜、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德拢有到场。针对做兵的议题，侯友宜是强调讲，若需要搁改做兵只要做4个月，前提是爱两岸和平稳定。郭文德嘛批评讲，国家的安全袂当慢草来切方向，政策变来变去会变做笑话。
台北成功庙车国早起举行3献大礼，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新北市长侯友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明泰拢到场。而控制处总统大选话题放在朋友问题，侯友宜提出当选了后，要将这边恢复做4个月，然后解释讲无反对境外朋友延长1年，立场转变引起讨论。现阶段我是支持兵役延长1年，在确定两岸稳定之后，就有可能恢复4个月的疫情。我的论述不但很清楚，这段时间有人可以扭曲误解、带风向。这个开什么玩笑？这个国家战略方向，你知道？不是1天2天这样抛个风这样测试，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关贴批评国家安规，明知考虑选票，物件改来改去，真做笑话。不过最近侯友宜民调价码传出中常会议的串联的换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严正反驳，绝对不可能，绝无可能，也不必炒作。我们全党一定是目标一致，大家要团结努力。面对换人声音，侯友宜强调，家己是党政调的候选人，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不是独立参选？侯友宜回应江湖咧行，信守爱护，佮发声相信郭台铭该共款拢拜关公，重情义也重承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导述《华尔街日报》，提出保卫和平的4大重点，包括提升台湾的核阻力、经济安全、甲建立民主伙伴的关系。第4点是稳定有原则的两岸领导力。伊嘛搁再强调讲，会捍卫两岸现状，嘛无排除讲互相伫对等尊严，甲对话展开对话。副总统也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最近接近换兵，真侪摆强调会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赖清德初五告导书《华尔街日报》，讲家己保卫台海和平的计划，表示家己行政治路受1966年台海危机的影响。作为总统，要执行保卫和平的4大指条，首先爱提升台湾的核阻力，过来是经济安全甲建立民主友好关系。第4是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岸领导力。佮表示会捍卫两岸现状，而且无排除伫互利尊严这条件之下，甲对话展开对话。要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那台湾作为面对中国直接威胁的国家，那我们也会极力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赖清德接见加拿大跨党派议员访问团的时阵，也讲到面对维权主义需要民主友好支持，家己也要维持台海现状。不过最近，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兵役恢复4个月讲法，引起争议。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的批评，这是不稳健的做法。国家的领导人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那对国防是要非常稳健的来看待每一件这个政策。那我想，任意的抛出要缩短役期为4个月，这个是不稳健的做法。民进党立委也批评侯友宜为选举牺牲国家安全，佮表示侯友宜判断对国防的了解甲别人无同，真是天兵。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甲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佮农委会林务局，本地今仔要伫罗东的林业文化园区办台湾ฮิ诺基关乎日本协助修复奥基纳瓦修理城仪式，也毋过说临时取消，是虾米原因呢？外界拢真好奇。外交部是表示讲，这案因为关系到一寡出口管制的法规，为着要完毕申请的程序，所以还佮日本方面继续参详。吊车载5支ฮิ诺基驶入规罗东文化园区，不过这ฮิ诺基原本是要送予日本的，用来修复有只那世界出名的文化遗产修理城。此时，这对乌那国岛坐船来咱台湾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国务贵司嘛，打算讲要来参加仪式，煞临时化停起。罗东林管处只有把这木材甲炸转去寮仔场，互外界感觉真好闲。活动取消，为什么取消就不知道。这个活动因为主要是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主办的，只是说在我们这边借这个场地来使用，所以有关那个活动的进行跟取消是什么原因，可能要直接问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才能。
仪式取消的理由，劳动林管处讲，唔知会煞咧配合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构想，办理定书，也那这5支伤劳拢是对劳动林管处任责任的人事目。因为修理城伫2019年电线小拍电烧去，目前是咱台湾的伤劳。国务规司个伫2020年来造访台湾的时阵，提出讲希望会当阁用台湾的伤劳，所以林管处就提供12支，互对方经日本经5支。但因本案涉及特定林产品出口管制相关法规，未完备申请程序，我国政府相关单位将与日方持续协调。这个办批要送予日本的伤劳，逐支拢有3公尺6赫长，总重量是2吨。若是要出口，就需要有检疫，照农委会规定，还阁爱照贵重目的合法提出证明。仪式临时取消，外交部表示讲，因为本案牵涉到特定林产品出口的相关规定。这定数若是要完备，咱的政府甲相关单位会和日本煞咧来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幼儿园饲囡仔食爱困药仔的代志，最后的检验结果是拢无验到巴比妥丁管制药品。也毋过，小署为着要加强管理，顶个月底召开专家会议，决定讲要来比较先进的国家，甲巴比妥甲苯二氮平类的药品纳入第4级的管制药品，所以依法公告60天哦，上紧今年10月就公告实施。因应新北市某幼儿园疑似不当饲药的案件，卫福部6月底召开管制药品审议委员会。会中决议甲巴比妥甲苯二氮平类防疫药仔纳做第4级管制药品来管理。未来若是使用这类药仔的机构业者，爱定期向食署申报。业者呢，包括制造业者或贩卖业者，依规定每月20号前就要就他的前1个月的簿册登载情形，到我们网站上，我们有一个系统进行通报。小署表示，目前巴比妥这类药仔拢总有9张的许可证，其中6张有使用生产，包括胃肠、气管、甲氧型等等的药仔。未来新制实施了后，若是无设置簿仔记录药仔每一天使用的情形，可能涉及医疗不当使用，相当会当罚30万。没有定期的申报，依照管制药品管理条例第28条第2项是罚3到15万元。然后没有设置这个簿册登载的话，那罚6到30万元。小署强调讲，巴比妥相关立管甲查核的办法，会依法制定听书办理预告，在预告期60天内会收集各界意见，再个报请行政院核定公告，上紧今年10月份就会当正式公告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林本基金会接到真侪家长指控高雄一个国小的课特教老师上课拢会乌白骂囡仔，佮为着分数好看，考试叫囡仔直接抄答案。林本基金会是讲哦，这老师伫20月当前，特别因为向家长推销保健食品，互投诉。这几档嘛，佮有几啊件的申诉案。林本基金会是批评讲，学校佮教育局拢无要处理，也毋过市政府嘛强调讲，因绝对无暗砍。互家长去到课堂当中咧耍手机，佮涉嫌骂特教生，高雄这名特教老师20几天来陆续互家长反映，硬要塞健康食品不懂管教。5号阁有家长出面指控伊伫咧资源班教学的时阵，考试的时阵，互囡仔直接抄答案，因为原班的老师发现程度差伤济，用同一个考试卷过来考试，才发现。他都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家长嘛讲，囡仔为国小要升国中的转衔会议，老师嘛袂记通知伊，明显失职无适任，但这已经不是第一届发生。可能正在戒尿布，他就会跟他说：“你不好啦。”孩子虽然没有口语，但其实他知道老师对他的一些恶意。现在的这个学校是他的第3所学校，所以他一直都有人，就是他其实一直不停的都有人在申诉他。他保障不适任老师，也同时保障他们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这些包庇的人都是共犯结构。林本指出，为西元2000年到今嘛，这名老师争议不断，说也是一直咧教学。将严加督导学校依规定办理不适任教师作业流程，以保障特教生学习权益。一旦学校接获检举，我们会依照校园事件处理程序，召开校园事件会议，依法启动相关程序。
学校广播节目接到家长检举无度调查，教育局嘛回应4当前老师教学无好的代志已经记过。今年这件代志会依法调查，不过调查期间老师也是会当教册，嘛，互家长非常的无奈。敢讲囡仔敢若会当靠家己。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顶个月，新北市土城一个查甫囡仔伊挂智慧型的表啊，结果表啊家己烧起来，伊互烫伤。消保官是指出讲，这是一间叫做关于时间公司卖的手表哦。嘛讲这间公司已经回息的会强调讲会来赔偿，嘛会提供消费者免费的检测。是第一代的那个 Hero Watch， 它是可以换这个电池的设计。那因为可以换电池，所以有时候没有那么密合。如果在下雨天小孩子玩装水难免会进去，那进去电池变质的话，可能就有膨胀，可能甚至燃烧的情形。在2年前已经免费让消费者能够更换比较安全的电池，这部分防水做得比较好，但是有些消费者可能没有联络上。消保官讲，这是这款手表算是头一代哦，在台湾卖出1万支，会当换电池，也毋过哦，手表去捌着水会碰钢烧起来。公司哦会当来提供检测，家长若是无放心，会当甲公司来联络做处理。再来看雅虎奇摩宣布讲，今年底哦，超级商城会收起来，未来会专心来经营购物中心甲拍卖。专家是认为讲，疫情过了，民众减少网络购物，佮加上电商平台资源集中，大间的会愈大间哦，无占到市场领先地位，就真歹生存，所以嘛必须爱转型。点开雅虎的网站，不管是食的用的，都会当伫顶面买到。不过雅虎奇摩宣布，成立15年的雅虎超级商城会伫今年底收起来。不会可惜吧？可能比较过时了。它比较没有那么方便，对，其他的用的比较习惯了，比较少在用雅虎。雅虎奇摩表示，因应调整电商的营运方式，决定要停止超级商城的服务，未来佫专注伫雅虎奇摩购物中心，佫有拍卖的营运发展。同一个时间提供更较优惠的合作方案，佫有搬厝的工具，互即卖合作对象佫有店家转去奇摩购物中心，佫有拍卖。专家表示，疫情过了后，民众的消费方式佫转转去实体消费，佫加上即卖电商平台真竞争，有大愈大资源整合，佫有品牌革命的特性，互奇摩一定要转型。如果今天对雅虎来讲，把超级商城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集中在所谓的过去比较具有成绩的，像是拍卖或者是所谓的它其他的一个商业模式上，可能更可以带来所谓的消费者在购买上面的一个精准度，也可以去增加所谓的一个厂商的粘着度。过去雅虎超级商城结合起对消费者的便利交易流程，佫有买起的零条，提供店主开店的工具，暗过营运各大电商平台真竞争。雅虎奇摩嘛调整营运的方式，希望会当互核心的服务更较优化。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放零饭店真欠工哦，劳动部甲观光局佮甲帮务清洁人员纳入就业补助的方案，也毋过效果是真歹。劳动部是呼吁业者应该降低门槛，鼓励愈侪人来应征。也毋过哦，旅馆商业工会是认为讲，1/8员工大约是需要3档的时间。这款短期的补助方案对产业的帮助是真有限。疫情期间，陆续业无生理。有真侪员工转职，致使即马员工虽然大大复苏，毋过仍然也是补无够呀。劳动部交通部甲观光局甲帮务清洁人员优先列入疫情后改善欠工扩大就业方案中。毋过到6月底为止，推介雇用率却敢若6.1%。可能在雇佣的门槛上面要去适度提供一些合理的一个招募的一个条件。那当然是说雇主这边如果认为这样一个职缺有需要说特别的一些技能或是证照部分，其实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求载条件部分去做就是把它载明清楚。劳动部统计有54%求职者反映无接到明确通知。呼吁雇主伫帮务清洁工课请人标准要合理，毋过伫第一线的旅宿业者面对实际状况，旅馆商业工会认为，训练一个员工需要开3年的时间，补助方案只是短期的，无法度真正解决欠工的问题。因为这个年轻人又不进来，然后他的配合度又不行，然后劳动部的政策跟交通部的政策呢，虽然是鼓励还有一些补贴，但是政策面的立场里面，它是短期的，所以说它看不到效果。旅馆工会建议政府开放移工投入旅宿业，解决欠工的问题。
劳动部回应，业者会当加运用政府的补助资源，亲像使用辅具补助人力，或者是和专业人士协助评估，改善工作流程。欠工有愿的优先请台湾人为主，嘛鼓励业者请中国人甲二度就业的妇女。记者综合报道。正受到消费者介意的雪鱼，消基会抽出市面上4件表示雪鱼的样品哦，结果就发现讲有2件有问题。消基会表示讲，业者有可能用一寡介绍发烧的鱼仔来假做雪鱼欺骗民众，所以嘛呼吁食药署应该加强稽查。雪鱼的肉食论软阁油，鱼是阁少，是真侪人爱食的鱼仔。不过有消费者向消基会反映讲，因买雪鱼当去食，想袂到食落却发生走白白油的情形。消基会讲，其实这是因为消费者买到的是一种品名红加上雪之字，是名号做蛇青，也是人讲的鱿鱼。因若实际去市场、大卖场，甲电商平台采样4件雪鱼的样本，结果发现2件雪鱼鱼种的鉴定甲标示的无同款。调查结果呢，事实上就鳕鱼的部分来看，它违规的状况就是超过50%啊。主管机关的部分当然对于这个我们这一次所调查的违规的部分，当然要依法来做一个处罚。消基会表示，伫市面上流通的雪鱼，一般是大山油雪、太平洋雪、叫灵兰雪、阿拉斯加雪等等的雪鱼肉。不过去市场踅一轮，真侪红底鱼标示做变雪，互消费者就是讲迄是雪鱼，也有少数讲是烟雪的鱼种，其实都是介绍加真俗的鱿鱼。那这个鱿鱼的话，它实际上它里面的油实际上是辣。你要是买到，你是吃进去，你一定会知道你买的是鱿鱼，因为你吃进去之后，你一定是会拉肚子。你要是用手去摸它的这个鱼皮的话，实际上是并不是那么平。另外，即个为电商平台买的巴沙鱼的商品内底嘛，发现讲，业者以黏鱼肉甲车站货摆做伙的方式，互民众较会分袂清楚。因若感受违法，爱由主管机关来认定。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讨论，敢是要修法，对业者这种软空旁的行为来进行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7月初4，美国开始放国庆假期哦，也毋过所有真侪所在发生庆杀案，上无是造成10个人死亡。美国的庆忌问题又搁引起讨论。美国总统拜登嘛搁再强调讲，庆忌的问题一定爱解决。这周沃斯堡西南部的科莫社区正拄举行国庆活动，有偌久就传出枪声。警方表示，凶手向数百群众开火，搁造成死伤。It appears that we had multiple victims that were shot. 2 persons have succumbed to their injuries and have passed away. 就伫美国庆祝国庆的时阵，全美国真侪所在发生枪击案，火城有人不幸死亡，其中有囡仔。警方表示，这穿红灯衫的嫌犯乌白开枪，造成重大死伤。I don't know if he was firing the rifle at the time we were pursuing or the handgun, but yes, he was actively shooting a firearm at the time our officers were pursuing. 也个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街区 party 节16回青少女清伤不治，勘察斯州一间夜店有几个人向群众开火，造成真侪人受伤。这个案件发生时阵，警方甚至无法度判断犯案动机。总统拜登谴责暴力，佮呼吁庆忌解决。Congress needs to step up. Pass common sense gun safety laws to protect our kids and educators. 根据飞行的研究组织庆忌暴力档案，到今年目前为止，美国已经发生超过340件大规模庆忌案，较顶半年速度，今年恐惊会到679件，差不多是2018年336件2倍，也是过去9年来第一悬，排在2011年的690件后边。另外，专家研究指出，美国也是富裕国家当中因为枪死亡上济国家。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昨泰国国会2个上大党前进党甲为泰党让步，国会选出穆斯林进党民族党的党主席汪穆罕默德出任众议院的议长。虽然这党的宗教立场甲泰国民间信仰无相同，也毋过汪穆罕默德是表示讲会尊重民主的多数原则。前进党党魁也是总理候选人皮塔，伫国会推起79回，汪穆罕默德出任众议院议长，是唯一议长提名人。汪穆罕默德也宣布会依法履行职责，这会伫国会通过了后，各有王室批准。ที่ประชุมเลือกท่านวันมูฮัมหมัดนอมัทาเป็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ภาผู้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ตามข้อบังคับข้อ6 วรรค 3นะ
这是伫两个上大党前进党甲维泰党的妥协之下，由皮塔邀请所组成的被动联盟投票同意，随其两大党拢摕到副议长10位。王穆罕默德进前捌表示，为联盟能顺利执政，伊会接受议长职位。伊捌伫1996到2000年之间，食到泰国第一位穆斯林议长，在两大党之间得到肯定甲尊敬。伊上任了后，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决定一题，互参众两院750个国会议员伫7月中的联合投票当中选出总理。8 พรรคนะครับว่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รวบรวมเสียงไม่ให้แตกแถวแล้วก็ให้มีเอก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โหวต。第一佛教为做泰国王穆罕默德的穆斯林身份是真特别。另外，民族党的政党政治相对中立。王穆罕默德表示，就算宗教立场无同，也会采取民主导数。被动联盟目前有312席，比参众两院过半所需要376席较低。就算这拢是皮塔为总理大会铺路，不过行起来依然是真困难。伊也需要来自敌对政党或者是亲军方参与成员的64票。不过推动修改严厉模范君主罪，甲参与发生冲突，甲涉嫌有一间即马已经停止运作媒体公司的股份，恐惊已经违反规定，这拢是变数。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找你公告，要求全国的美容院1个月内就要关门。塔利班并无说明讲为什么要实施这项禁令，嘛无解释讲美容院关起来了后，女性有什么替代的选择。阿富汗政府下骹负责执行塔利班伊斯兰教法的机关抗戦廳惡部。切二向针对妇女美发美容沙龙发布禁令，佮下令要伫1个月内完成。塔利班1996年到2009年掌权期间，也把关美容院，毋过2001年美军入侵阿富汗了后，美容院佮恢复营业。即马这个禁令伫无理由、无任何替代选择的情形之下，佮定来，互阿富汗的妇女感觉到惊甲失望。ما به خاطر یک چند روپیه حلال به پیدا کردنش اینجا آمدیم مکتب سر زنا بند دانشگاه بند هیچ قسم زن در جامعه چه حق زندگی کردن نداره. فکر میکنم دیگه مسجد که بشه باید با خونه بشینم بیکار بی همه چی دیگه رنج میشم مریض میشم. تنها امید من بود که می آدم اینجا ساعت نتیر بود دیگه با خونه که برو خود من بفهم دیگه تنها باشم دیگه بی از مریض میشم. 2001年，美军撤退塔利班重新掌权了后，美容沙龙虽然照常营业，不过拢正低调。店门、窗仔全部遮起来，各种用女性外观做广告形象的相片，面部也拢喷彩，或者是用乌影代替。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采访的一个阿富汗妇女指出，塔利班除了只关注妇女的身体以外，看起来无其他政治计划，因想要将女性为公众生活所有领域当中剔除。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台东离岛观音洞的附近昨火烧山，因为风正透拍花了后又个倒起来，烧到24点钟。今仔早起火总算拍花了，加在无人着伤。点仔交路边阵阵乌烟走出来，用要看无头前车路。休假期间是绿岛的旅游大季，不过观音洞甲牛头山附近，即是透早3点外熊熊倒火。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赶紧为地面甲空中来拍火。林务处的森林打火队他们私有地，他们不敢开防火巷。那我刚刚决定跟我们的消防分队长讲，跟局长讲一下我就直接下达命令开防火巷了，要不然这个再这样燃烧不行。原本早起7点外，火已经拍花，想到3点钟了后，佫因为风势伤过强，佫窜出火迹，烧差不多是13公顷，大部分是私人土地，范围为1万户自来水厂观音洞，一路拖烧到宽度公路，佫继续向牛头山方向烧过去。这一片野菠萝，那野菠萝的树叶又有油脂这个一挖就不可收拾所以我认为说，该做的还是要把防火巷挖出来。然后把它区块挖出来，让它尽量减少它的一直扩散的那个面积。好佳在到初5透早，火势大部分已经拍花，有消防人员留伫现场警戒，搁做局部暂缓处理，真正小面积甲导火原因，还佫等相关单位做进一步了解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本地是安平区宜平里的活动中心，在2018年变更做机关用地。里面活动中心只好先设置临时的货柜处，要过去活动中心的计划是一直前。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来找到空间，予里面使用。透早里长来到活动中心来开门，准备予民众来活动。不过详细看，活动中心是用2个货柜厝组成，内面大约会当容纳50个人左右。但是货柜厝是较热，当地民众办活动或者是举办课程，拢认为非常不方便。原来我们的活动中心你看光是那个桌球桌就有10桌，那这里有几桌？2桌而已。我们使用起来当然很勉强啦。其实这里土地是私人的迟早还要还人家，要拆掉了。办公室使用上无够，并且如果要办一个课程阮如果一个手机课程阮的民众，如果一报名就拢50-60人啊，所以但这大家非常。互阮非常不方便。宜平里涉及的人口大约5000多人，是这住伫遐超过7000多人。原本活动中心就是现在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所在地。2018年变更为机关用地，活动中心只会使暂时用临时的货柜厝。原本市府咧找另外一个地点设置活动中心，但是却一再延动。他们那边也曾经也有使用当成活动中心过。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来做一个里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那当然目前地方有提出相关的一些空间需求，那市府也正在积极的清点盘点所有的可能的空间。目前交通局总共有2个科，大约45个人进驻这个所在来办公，市府就必须要找适合的空间才会送搬出来，确保公务会当稳定来推动。市府嘛承诺会赶紧找出空间，予里面来使用。伫后一次的会议将会提出解决的方案。记者郑宏达报道。再来看台东关山镇有机稻米连续2档拢有乌龟仔危害去年申请收到烧稻草，今年的一期稻仔虫害嘛是搁真严重。农民搁再争取烧稻草，县政府是同意讲，予公所家己来决定。也毋过附近的鹿野乡农民争取要烧稻草来除虫，也毋过县政府是表示讲，鹿野无合规定，所以并无同意。即马赛车经过花东公路关山路段，不时就会看到残忍乌烟一直闻出来。这是有民意代表替农民争取的，向关山镇公所申请开放，予有机产区会当烧稻草，防治几夜要食乌龟虫的危害。烧稻草真的是农夫一定要烧，病虫害。真的很抱歉但是呢，我们要解决这个害虫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虫卵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1、2期稻作时间太赶的问题。关山镇公所强调讲，烧稻草有分区，而且是固定时段来烧，嘛有规范省道公路、学校、甲病院附近50公尺内袂当烧，敢若开放1000多公顷会当烧。毋过，即马附近的鹿野乡农民当地挂早冬稻仔，伊嘛想要学关山镇向鹿野乡公所申请烧稻草来防治病虫害。毋过申请的时间伤过迫，而且环保局以空有法的规定，因为鹿野乡稻仔的病虫害毋是紧急事件，所以无同意。一个紧急防止传染病扩散必须要是燃烧是最后的一个手段。如果有其他的这一个防治的方式我们还是希望说先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因为时间比较急迫，那原则上就是以2期做的情况再看这样子。环保局讲，鹿野的稻仔虫害是蚊菇病，比关山镇乌龟虫防治的方法还佫较济。毋过烧稻草防治病虫害成本上介便宜，有人烧，农民嘛想要得咧烧。因为县政府有相定的标准，只要有议员争取就开放。按算办冬稻的期间，嘛会强力来运作，争取会当烧稻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梨林公所启动柳子高农地重划，划定98公顷的农地也毋过有农民就真不满，因讲当初在做意愿调查的时，并无同意的选择，嘛无注明讲农民嘛爱部分负担工程的费用因认为讲这程序有问题，公所有暗坎，要求应该重新说明保证程序。
Q 布条发口号，中华二林的农民受起镇公所推动98公顷的柳仔沟农地定划。因讲这项计划讲较好听，是会当增加农业的价值，但是真侪人是因为人情的压力才签同意书，事后才知影拿准同意，就要损失20%的土地，还阁爱立工停款，互人听甲硬气。诈骗或是设计我们这些农民，不要把一些有利的先想出来，有一些损失的就往后慢慢一个一个吐出来。农民搁较提出相片，讲这个所在早就有完整的农路甲水圳的规划，是安怎搁爱定位土地正义是伫倒位？但是中华县政府表示，这是当地农民有需求才推动的计划，已经有70%的人同意，依法会当推动。扣掉20%拿来做路，可是它本身这个地方就已经有路、有水沟，该有的都有。所有的程序都合乎法规的规定，土地法也有规定，共有土地的处分就超过1/3就可以处分。今年2月中旬，地方举办说明会，选出定位协进会委员，但是反对的农民说讲，规过程拢无甲农民的权益讲好清楚，程序有问题，所以应该重来。中华县政府讲，会当搁再举办说明会，但是伊嘛解释，加入定位农民要负担的土地比例是15%到20%，无需要搁再付工程款。记者综合报道。云林海口地区的配电设备因为环境的盐分真高，所以物件是真高歹。台电维修的卡手阁真欠。最近云林的台电就增加19个电力维修员，其中有一个完全无经验的女性。伊希望讲经过半冬的训练，伊嘛会当来乘做正式合格技术员。不管是八电火调整的器材准备、安全措施的确认，每个步骤拢做真落实。过去重视台电外包能力，电脑资料处理员的梁亚婷，考上台电的新进人员，先经过半年训练所八电火调配线顶课程，近期搬到云林区处，进行半年的教育训练。跟着在高训啊，然后就是有完善的一系列的那个受训培养，从一开始，然后会做一些体能。我觉得巨高就爬高这一块需要克服，其他是还好。对，因为我也是会跟着爸爸出去帮忙。梁婷表示，伊自细汉就对着爸爸工课，所以成员训练时真紧就上手。但加悬高要爬到离地面8到10公尺作业，经过3个月才慢慢适应。近期云林区处嘛安排新分化学员到云林沿海进行爱池的经验，以增加实战经验。他的爬杆速度跟他装杆学习的速度，我觉得都跟男性旗鼓相当。女性同仁在做的时候呢，只要能够通过这个巨高的一个考验呢，它其实也不输给我们男性同仁的一个工作表现。台电云林区处表示，云林沿海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吹袭，多年以来配电的维修人员需求多，为了保障技术人员退休等能力不足，这届新进人员19名，部分查甫查某只会当通过充分的教育训练，对等成为合格技术员。好维护配电设备作业更加顺利。记者王为报道。迄落华人的游客是真侪，县政府试办美食专车，伫拜六礼拜伫市区主要的道路免费来载游客，拢选择一寡有在地美食的所在来停车。那解决市区塞车的问题嘛推广在地美食是1.25。迄热是花莲又一摆上济观光人潮的时阵，毋过市区停车位无够，到休困日交通就大塞车。针对这点，县府特别推出花莲美食专车，免费载旅客去市区。逐礼拜六礼拜中昼11点至暗时8点，1点钟发一班车。沿途经过都是我们市区一些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那周边有很多的在地的小吃跟一些好玩的，希望鼓励来到花莲玩的这个观光客能够搭乘这个大众运输。花莲美食专车的路线主要为转运站出发，西富国路、和平路、东大门夜市才阁转去转运站。旅客会当伫各站随时上车落车，以行路的方式伫附近食好料的，对观光嘛有真大的帮助。因为在花莲市区，其实停车真的是蛮不方便的。如果说在这个暑假疫情过后，观光客很多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对我们商圈来说是一大福音。不过，这款免费接驳的专车，敢若拜六礼拜有发车，大部分的游客认为讲这是县府的好意，不过希望会当维持常态。如果不只在6日甚至周间的期间，我觉得也可以让
就是舒缓人群，让大家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个休闲品质。另外，嘛有游客反映讲，伫专车顶悬的宣传单、景点甲美食的资讯无够，外地人真好知影讲落车了后要去倒位消费。官方表示，目前还阁伫试办的阶段，会收集民意来评估花莲未来公共运输交通路网要安怎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大学指考去年改做分科测验，无考国文、英文甲数学医哦。有的科系是采计学测的国文甲英文的成绩。最近有统计显示讲，今年分发无采计学测国文、英文的科系有淡薄仔增加。自然组的甲数理相关的科系哦，真侪拢毋免看国文的成绩。管理财经相关的科系哦，嘛有真侪拢毋免看英文的分数咯。想要入去大学理想的校系，考试分发入学是最后的管道。李同学想要拼台电机，采计分科测验的数学甲物理、化学甲学测的英文。我觉得化学普遍程度考试的难度就比较低，所以我重点应该放在数学。今年有1840个系组转去采计学测成绩，其中分科测验无考的国文甲英文是主要采计科目。针对这个国英文的参采的变化其实并不大，我们还是这个会参采国英文学习，那原则上都还是有参采。分科测验大部分都是采第1科，那你至少要3科，你学测就会采第2科。像我们人文或传播，我们都是国文加英文或国文加社会。也毋过，根据升学资讯平台统计，今年分发268个系组无参采学测的国文，292个系组无参采英文，阁有32个系组是国文、英文拢无参采，拢比去年增加。其中无采计国文的大部分是自然组的数理科系，无采英文的大部分是管理、财经。分科考试是今年最后一个大型的招生入学管道。很多理工科系不设国文门槛，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好招生。大学文指出，部分自然组的学生学测国文无考到顶标，若是分化搁采计，一方面学生是第2届打击，学校嘛无法度收到数理真好的学生，少子化冲击参采是愈简单愈好，嘛是招生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讲有8成的民众，逐工的菜色水果拢食无够，尤其是学生囡仔，敢若有7%的国小学生哦，有食到需要的量。医师是表示，讲囡仔的早顿哦，大部分拢食一寡胖类，会造成血糖升啊真紧哦，就无法度专心，会影响到学习的效果。有营养师嘛建议讲，早顿哦，会当互囡仔食金蕉、奇异果这款水果来稳定血糖。早餐会帮小朋友准备水果吗？水果不会，因为午餐也会有水果啊，所以早上因为他吃不太下水果，所以早上不会用水果。那通常小朋友一天是吃多少份量？ 2个拳头应该有。像早餐会帮小朋友准备水果吗？会。量差不多一点点，它再比1个拳头再小一点。随机问家长敢会替囡仔早顿准备水果，有人会，有人袂。根据国健署的统计，8成的国人逐工菜色水果拢食无够量，而且学生的比例是上高，敢若7%国小的学生达到逐工3份菜色2份果汁的量。那实际上这样子的不足，也可能会导致孩子的这个便秘啦、维生素 C 啦、矿物质啦、膳食纤维的不足，然后后续也会造成肥胖啦、肠胃道的症状。医师表示，发现囡仔菜色水果食无够，建议逐工拢爱食果子，因为当咧发育的囡仔营养素若无够，会有侪问题。营养师也指出，煮过菜色维生素 C 就会被破坏，所以建议多食水果较有帮助。维生素 C 确实对我们的免疫力是有蛮大的帮助，那可以多摄取像水果的部分。调查嘛显示，家长烦恼讲要安怎让囡仔逐工食够量的营养素。专家就指出，建议家长为平常时为早顿开始，加放1份水果，譬如讲高头果或者是芭乐，营养素是真悬。要改变食食的习惯，食营养、食健康，会当为早顿开始。记者柯嘉珊、小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台北市消防局伫逐档的歇热，拢会举办消防体验的活动，了了是拢真紧就拢抢了了咯。今年的消防营嘛已经起工咯，咱做伙来看卖。专业的消防衫穿伫学生的分数顶，看起来是真有班。这是台北市消防局当年歇热拢会举办的消防体验活动。
当年有真侪学生抢要报名，是台北市真受欢迎夏令营的活动。我觉得很刺激，因为就像玩那个吊绳索一样，就是可以在半空中滑，我觉得蛮好玩的。在打火的时候，前面很紧张，后面也很紧张，所以就是后面的话就会没有压好，前面就射不出去，所以平时就要做好训练。为了让囡仔会当有亲像伫灾害现场的感觉，消防局设计4项体验，亲像拍火、用手撩过溪，也是模拟大地动摇来喊气的感觉。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让学生囡仔认捌防灾的知识。万不利拄到灾害的时阵，就会当知影安怎应变。我们可以借由营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小朋友知道如何去预防火灾，而且回家之后告诉父母如何去避免火灾的一个发生。火灾、地动、堵水以外，救灾会拄到的情形是百款。透过消防营，除了让囡仔亲身了解消防人员的工作，更较重要的是让囡仔学到防灾知识。目的是希望这囡仔学习了后，会当成做消防高人或者是消防小英雄。面对灾害会当冷静，会当自救，无得哭嘛会当救人。记者综合报道。愈来愈侪人会伫厝顶装太阳能发电，也毋过传统的太阳能板会完全家己头载。阳明交通大学团队就研究出一种会当透光的太阳能板，毋但讲达到循环经济，嘛袂去影响到建造。学生专心咧照顾所种的青菜，每一丛看起来拢真健康。详细甲看，青菜顶头有太阳能板，这太阳能板敢讲都唔惊炸到日头，影响到青菜生长。现在手上拿的有机太阳电，其实它就可以做成透光，那它可以穿透大概20%左右的阳光，而且就是它不同的色光大概是很均匀的，可以穿透，这样可以让下面的植物呢进行光合作用。原来这是阳明交通大学团队最近成功开发出会透光的太阳能板。除了发电以外，因为会当互光线顺利通过去，所以会较用来种植完全无问题。可透光的太阳能板，那这样太阳就能够透过去，然后植物在下面也能够生长得很好。好，那像我们这个菜大概28天就长得好，也跟一般种不会差异到哪里去。摕一块一般的太阳能板比看卖，一看就当看出倒一块会当透光。研发团队讲，虽然目前透光的太阳能板搁在试验阶段，不过未来大家想要在厝顶到太阳能板发电，搁在下骹种菜，绝对不是梦想。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培养10个学员，摕到美国的精油认证，伊嘛开发出20款的香薰。伊目睭虽然看无，也毋过对香气是比一般人敏感哦。咱嘛做伙来看因设计的精油有啥特色。这一罐一罐的精油拢是视障者的作品。台北市视障者家长协会2年来促成10个学员摕到美国纳学认证，开发20款香薰作品。其中一个学员刘子如本身是读音乐的，伊就把音乐的元素也放入去伊设计的精油内底。我是一个视障者，我的视觉无啥好，所以我就开发一个嗅觉甲听觉，因此呢，我就做这个香薰作品叫做独立庆典。这个作品呢，内底的这个香薰精油，伊的组成是安尼。我家己分做4个调性，头一个是这个观音，过来是中音，过来是中低音，过来是低音，这4个。伊表示，这个作品想要展现民主自由的光辉，才会有遮侪的气味。观音用薄荷，中音用佛手柑，中低音用肉桂，低音用夏威夷的檀香来设计。简单来讲，就是用这种精油来呈现这个管弦乐团的每一个声部等等。老师表示，教这寡学生的话，就和一般的学生无同，伊会带因实际到园里去品这寡食物的香气。我们从原始的植物的香氛，就让他闻到原始的味道之后，进而还知道说，萃取出来的这个浓缩的精油是什么样的味道。虽然看袂到，唔代表无法度做。这寡学生运用因身体其他的感官，做出精油的作品来体验这个世界。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
顶礼拜伫墨西哥举办的2023年世界中学生跆拳道锦标赛，咱国选手高心怡摕到女子竞技55公斤级的金牌哦。不仅是高二的高心怡，去年的8月捌代表台湾参加亚洲杯青少年的跆拳道锦标赛，也毋过迄当时哦，伊无摕到奖牌，伊是继续苦练哦，即届状况真好，摕到金牌咯。面对比实力较悬的乌克兰对手，一点仔拢无紧张，将对手踢出场外几啊摆，为台湾摕到顶礼拜伫墨西哥举办的2023年世界中学生跆拳道比赛55公斤级的金牌。伊是读高雄南马溪高中2年的高心怡。心怡同学，他本身除了天分之外呢，他也是非常努力，平常的训练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学校的跆拳道，不管是在品势或者是在对打上面，这2年都有得到世界级的一个好成绩。去年8月，高心怡就捌代表台湾参加亚洲青少年跆拳道比赛，因为状况无好，真可惜无摕到牌。伫教练队友的鼓励之下，今年伊一路踢入去决赛，伫冠军战第1回合就拍败对手，摕到金牌。上场的时候自己也在紧张，所以可是还是给自己心理建设，就是说平常心就好了。就跟练习一样而已。7月开始学跆拳道的高心怡，167公分，伫55公斤级当中无算伤悬。面对身悬大部分超过170的国外选手，伊靠着每天3点钟以上的拍拼练习，踏出家己的路。我们可以配合得很好，就是因为给他的执行力，他就是马上就能做。对啊，他就是非常信任教练啊，我也非常相信他，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拿到这个成绩，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将失去的金牌摕回来，刷落来，阁有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甲全国运动会。高心怡嘛期待会使维持好的状态，刷落来继续摕到好成绩。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来看印度常常跳灯哦，电力无介稳定，一寡所在一跳灯就几啊点钟。阁捌有病院的妇产科哦，靠手电来节省红圆仔。也毋过最近哦，印度有250间病院伫厝顶来设太阳能板发电，供电嘛已经较稳定咯，麦当来减少用电的成本。病院内面这位有心的妇女正伫咧看诊，这间是伫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赖久尔的一间公立病院，每年有600多位囡仔伫咧遮出事。也毋过印度的电网一直拢无稳定，那真侪庄稼所在根本就无牵电。甚至伫咧都市也常常限电跳电，当地妇产科的护士讲，捌伫咧停電嘅時陣用手電照接生囡仔。ಸೋಲಾರ್ ಬರೋಕ್ಕಿಂತ ಮುಂಚೆ ನಮಗೆ ಫುಲ್ ಕರೆಂಟ್ ಇರಲಿಲ್ಲ ಅಂತಂದರೆ ನಮ್ಮ ರಾಯಚೂರಲ್ಲಿ ಅಂದರೆ ಫುಲ್ ಪ್ರಾಬ್ಲಮ್ಮು. 4-5 ತಾಸು ಕರೆಂಟ್ ಇರ್ತಿರ್ಲಿಲ್ಲ. ಪೇಷಂಟ್ಗಳಿಗೂ ತ್ರಾಸು, ನಮಗೂ ತ್ರಾಸಿತ್ತು. ಯಾಕಂತಂದರೆ ನಾವು ಡೆಲಿವರಿ ಮಾಡಬೇಕಾದ್ರೂ ಈಗ ಇಂಜೆಕ್ಷನ್ ಕೊಡಬೇಕಾದ್ರೂ ಕರೆಕ್ಟ್ ಗುರ್ತಾಗ್ತಿರ್ಲಿಲ್ಲ. ಅವಾಗ ನಾವು ಟಾರ್ಚು ಇಲ್ಲಾಂತಂದರೆ ಲ್ಯಾಂಪು ಅದನ್ನೇ ತಗೊಂಡು ಮಾಡ್ತಿದ್ವಿ.自2017年开始，非营利组织透过募款，为赖久尔地区251间病院加诊所装太阳能板发电，除了让病院有稳定的电，也帮助医疗院所节省营运成本。特别是淘汰过去提供紧急备用的柴油发电机。When solar is installed, I observed 2 times. It's more of 50% reduced. We can save the cost savings also and the power also. That cost we can use for other purpose also. Especially in health facilities, we need many things. So that we can use for that. 印度公立医疗机构的预算主要来自政府，不过2022年印度公共医疗支出只敢占整体 GDP 的2%，甲美国的18%差真多。印度真侪公立病院拢有财务正安的问題，即嘛有太陽能發電，唔但減少病院的電錢，也互經濟狀況無好的病人看病較安心。ಇಲ್ಲ ಅನ್ನೋ ಒಂದು ಕಾರಣದಿಂದ ಜನ ಹೋಗ್ಲಿಕ್ಕೆ ಇನ್ನು ಮುಂದೆ ನೋಡ್ತಾ ಇದ್ರು, ಅಲ್ಲಿ ಸರಿಯಾದ ಚಿಕಿತ್ಸೆ ಸಿಗುತ್ತೋ ಇಲ್ಲೋ ಅಂತೇಳಿ ನಂಬಿಕೆ ಇರಲಿಲ್ಲ. ಹಂಗಾಗಿ ಜನ ಹೋಗ್ತಾ ಇರಲಿಲ್ಲ. ಈಗ ಸೋಲಾರ್ ಎಲ್ಲ ಕಡೆನೂ ಕರೆಂಟ್ ಇರೋದ್ರಿಂದ ಪ್ರೈವೇಟ್ ಖಾಸಗಿ ಆಸ್ಪತ್ರೆಗಳಿಗೆ ಬಿಟ್ಟು ಜಾಸ್ತಿ ಜನ ಸರ್ಕಾರಿ ಆಸ್ಪತ್ರೆಗಳಿಗೆ ಹೋಗ್ತಾ ಇದ್ದಾರೆ. ಕಾರಣ ಏನು ಅಂತಂದರೆ ಅಲ್ಲಿ ಯಾವಾಗಲೂ ಹೋದ್ರೆ ನಮ್ಗೆ ಚಿಕಿತ್ಸೆ ಸಿಗುತ್ತೆ ಅನ್ನೋ ಒಂದು ಭರವಸೆ ಜನರಲ್ಲಿ ಮೂಡಿದೆ. 在過去1年，當地病院因為有穩定的供電，和醫護人員甲病人攏有舒適的醫療環境，疫苗甲藥啊也有冰箱通冰。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今仔台灣各地朋友金門馬祖攏是好天的天氣哦，下晡山區嘛有可能會落雷公雨，明仔載嘛是個真好天哦，山區過晝嘛有可能會落雨。桃園以北、花蓮台東地區哦，明仔載是有可能會出現37度以上的高溫哦，所以民眾都愛特別注意。下晡的天氣，咱就看各縣市詳細的資料。
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6度。中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4度。外島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咱個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